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4月24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由议员蔡秋南来进行着市政总质询。大北门地区出身的议员，除了关心地方的建设，包括交通、渔港、甲盐田的太阳光电以外，另外嘛针对着林长交通补助的部分，议员提出甲市长做探讨。议员蔡秋兰表示，对房屋税档期经过2届临时会决议，不过今年的房屋税有缘是爱调整到81%，佮加上最近炒甲真热的林长交通费补助，议员认为爱对邻里诊病节省落来费用，用来编列咱6都唯一一都，就是咱台南无编的林长补助。对此，市长回应爱佮评估。你遮的人长，你甲因当做啥？6都甲咱台南市无，你比较6都，袂互你为难啦，市长对不对？嘛袂互你为难啊，敢毋是？有为难着经费啊。对啊，你编了南北都了有法度人编，是安那？咱市政府无法度人编。北都负责较济，咱负责较少。对啊，咱就是有机会啊，敢毋是安尼，市长？但是你嘛伫基站爬起来。是。所以你对这拢做了解，我本身也免伫遐讲上济，我大概安尼讲，你嘛有了解。我甲议员报告，我一定慎重来评估即个发放即个需要，也是讲人长的工作，甲人长做上好的沟通的桥梁。好。另外，伫交通建设部分，议员除了关心西港外环道路开发进度以及嘉义转运站。议员也表示，嘉义的人口大约6万人，不但转运站的规模上过小，而且真侪民众反映开到市区的车无够。对此，交通局回应，伊会看运量的需求，过来做调整。台南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接续后一位市政总质询，有缘是大北门地区的议员陈坤和，公告出身，同时具有律师身份的陈议员。除了甲市府探讨公告议题，另外上界关心的也有站门溪。依据站门溪7股出海口流失退缩，怪罪着站门水库的设立。对此也要求着市府甲大北门地区争取补助甲回馈。议员陈坤和依照古地图，大江内海经过300-400吨的雨季，甲即马站门溪7股出海口河岸流失甲退缩。一方面怪罪过去的政府抽刷添土，另外议员也指出上阶段原因就出伫咧站门水库。议员认为水库不但阻挡沿海地区刷土的累积，并且造成大北门地区的农地拢流失去，不但盐化无法度来种，而且渔民啊愈来愈多。因此要求政府应该对大北门地区的民众做一个补偿甲回馈。今天。山谷如果没有这一座那个中文水库，山谷不是渔村，是农村。台17线以西应该很好种甘蔗，不是渔村。可是现在连台17线的东边，拢已经无法度做事啦，已经盐化。所以沧海桑田，各位比我还懂。要请你用一个角度，我上一次执行的时候在场说我要为大北门要得公投，我们局长可能有的觉得说你是凭啥？不，专门水库跳大家就会来安有公平无？反正现在用水又并不一定要中文水库。那既然需要中文水库，那我们呢？我这是一个补助建议，我希望台南市政府能够广泛的讨论这个。我还会要求中央定出对我们的一个方案，因为这的水不是按原来台南市
用，啊，毋是阮来台南县咧用，这个水是南部上少6个县市咧用。除了争取补助甲回馈，另外为着要避免溪北地区边缘化，议员嘛建议依照詹文溪提案来建立着高架道路，来互溪南甲溪北的交通会当更加方便。台湾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台湾的农特产品持续卖到国际，除了台南往来的出口已经突破207个货柜，并且持续咧增加当中。随着台南市上届具有代表性的农产之一山野将要采收，市府甲农委会、外贸协会24号共同来办理着2019台南热带水果以及加工品的国际采购日的活动。有来自全世界9个国家的通路商来到台南采购。2019台南热带水果以及加工品国际采购日，24号伫台南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来自全台各县市22间厂商伫会场上放满自家的商品，向来自全世界9个国家的通路商推荐分享家己公司生产的骄傲产品。有没有什么可以试吃的啊？它的甜味、风味，对。那我们没有加糖，因为冰糖喝起来比较爽口一点。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来自9个国家的一些通路商跟贸易商能来台南采购。事实上，今天也不只是台南的业者，来自嘉义县、来自屏东县、来自高雄市，我们南部还有来自台南的。我们南部这个4个县市，大家就联合起来，能够做一些打集体战的、打群架的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买主一次来台南就可以看所有南台湾的优质的农产品。那我们很期待这次能够大大的促销我们南台湾的优质农产品，而且今天的主题是热带农产品，所以基本上热带农产品，我们很多有一些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热带的国家，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要促销一定要是品质更好，才能够打动买家的心。所以我们不管是今天9个国家的这个买家，或者是非常感谢外贸协会跟农委会的大力促成，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农产品能够行销的出去，大家一起来这个帮农民促销，这点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跟努力的方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任以来，全力拼经济，虽然无出国卖农产品，但全力监督台南优质农特产的出口。自今年3月中旬，台南关庙顶区的往来陆续采收后，目前外销量大约1449公吨。另外，在2019台湾农会采购洽谈会，预估将促成1亿6千万商机，并掌握395档外销订单113亿，这也创下南电15档以来订单的新纪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将军一带属盐分地带，加上雨量少，非常适合种米仔。在前县长苏焕智的鼓励甲推动之下，率先成立将军溪有机米仔生产合作社，推动有机米仔的栽种，并且生产着台湾国产的有机棉衫，得到侪民意代表的支持甲推广。将军溪古名叫后红溪，嘛是詹文溪的旧河道。伫个半世纪进前，当地一直拢有种米仔，后来伫个环保甲健康观念的带动，一直到2016年成立将军溪有机棉花的生产合作社，伫个教授黄淑玉的带领，总算诞生台湾头一领国产的有机棉衫。下午伫个议员李克伟、陈坤和甲彭一峰议员的大力推荐，希望将有机棉衫来撒向国际。这个台南市将军溪有机棉花生产合作社，其实因已经办足侪届的活动，尤其是棉花开始要生产开花的时阵拢会进行。当然前苏焕智院长才关心这个代志。伫的将军后红后足一点后工厂也搁会规模的生产。但是的竞争力事实较少，因为种传统足侪产业已经互影响，所以呢，今仔日针对的有机的普罗山的这个棉花产业我想
应该大家爱来加油。是将军啦，将军乡是咱缅北的故乡啦。那么一直以来呢，这个产业渐渐的没落，伫咧几当来，咱看到就讲，因为产品的多元化，渐渐拢去互后面个面呀，还是讲一寡所在取代。那么，伊拢都忧心的就是讲，咱政府拢无一个讲徛出来讲来替咱这地方呢，来做一个规划，做一个推广。那么咱嘛真爱看到咱黄老师今仔日呢，愿意来徛出来，来将这产品咱这个棉花产业将个多元化，伊个附属产品这产业多元化，来做一个陈述，互咱地方呢会这个产业呢，会当得啦发展，得啦成功。出席推广的还有市府农业甲经发局的官员。市府表示，徛伫优先农业的耕作，除了帮忙有机农业的认证，另外还有补助药检加奖励金等。至于资金甲行销的部分，经发局嘛表示将会大力来协助。台南新闻引根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展现低碳城市教育的成果，教育局19号伫咧成功大学绿色魔法学校来举办着低碳校园认证颁奖典礼，由着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来颁证行动单枪，互本年度低碳示范校园，奖励学校推动低碳这阵的拍拼。市府教育局为了推广低碳校园，特别设立了5个低碳示范校园的标奖，分别是省电、水资源、资源循环等。希望透过校方主动的推广，互学生甲家长都会使为低碳城市来努力。今年通过认证的有45间学校，19号举办颁奖典礼进行表扬。我希望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典礼，除了表彰这些努力的学校之外，我想各校入围的也都值得鼓励，有吧？那我想还没有参与的，或是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认证的学校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呢，去来做一个典范，来努力希望我们很快的全台湾市200多所国中小呢都是一个示范标章认证过的一个学校了这是我们最大的期许。现场嘛邀请新泰国小甲竹埔国小等学校的代表来介绍因的方法，予其他学校做参考。一个灯具，一个回路，但是我们改造之后，其实我们最怕是孩子不会用，他一进去全部打开，再慢慢关掉，然后选到他要的。那我们如何克服这样的一个问题？融入课程，跟美术还有美术老师还有导师们在课堂上介绍我们这些灯具回路的用意。其实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学生也都看得到，因为这是他的教室，他看到了。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活动过程中，我们请每一班的学生都做一个灯具回路标签，那选出优秀作品。这优秀作品很多很多，那由大家来票选。现在咱市已经有25间学校通过5项标奖的认证，今年也是第一届有2间国中得到低碳示范校园的荣誉。除了有校方的颁奖以外，教育局嘛会奖励相关的成员，希望鼓励更较侪学校做伙来推动低碳校园，共同打造一个低碳城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为着感谢文嘉南地区热心的关怀人，台湾会议基金会24号下午伫咧成功大学举办107年度关怀职优表扬大会，邀请到关怀职优的学校、机关团体以及个人，由着台湾会议基金会董事赖美淑、甲台南市长黄伟哲等等的贵宾来亲自颁发着感谢状，感谢因的热血奉献。 107年度关怀职优表扬大会4月24号下晡伫成功大厦举行，会中表扬文嘉南地区关怀职优单位以及个人，感谢因长久以来对着关怀活动无私的奉献，才予文嘉南地区医疗用户免烦恼会员不足的问题。以上爱心的机关、社团、工商企业不定期的协助我们筹募医疗用血，让血液过于匮乏。 救助必有。我今天看到非常多的民意啦、机关代表啊，都代表这个捐血人啊，这个是非常难得。我看到公庙啊，看到出家人啊，都来参与这么重要的活动呢，实在是非常感动啊！我在这里呢，仅代表我们的董事长侯胜茂董事长呢，在这里跟大家致上12万分的谢意。军方或民间的单位，甚至是个人，我都看看各个角落里边。是我在经过公园台南公园的时候，都看到捐血车那边很多人在排队。我真的觉得这个城市是有爱的城市。那根据血液基金会的统计，我们的捐血率也是最高的。 台湾会议基金会借着关怀职优表扬大会，向所有的关怀朋友以及协助会议目前的团体单位表达感谢。因为每一届关怀拢是生命的礼物，更是抢救生命的必需品。呼吁所有的关怀朋友爱继续支持。关怀中心嘛会更加努力，持续提供关怀人优质的关怀服务，甲朋友安全的会议。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百货业者4月25号到5月14号期间，特别举办马尼咪72变母亲节档期，推出着各项的礼券回馈活动。大手笔回馈，就是希望所有妈妈拢有一个欢喜的母亲节。好，接下来我们呢，台南大100这一次呢，母亲节的妈咪72变呢，我们百货服饰呢，当日满5000送500，给我们热情掌声。为了迎接母亲节档期。 台南大碗北邀请中英女中模特系学生，以造势方式呈现出这次活动的特色。各项回馈好礼，就等着消费者家己来拣。不管是化妆品、服装、保健器材，满5000送500优惠，或者是大型家电，满1万送1000的好康，就是希望会当让妈妈买了欢喜又搁省钱。台南大圆百在母亲节的期间里面我们从4月25号开始。 我们提供非常多的优惠，包括全馆累计5000就送500，那另外在信用卡刷卡的话，我们6600也再加送了250。那其他的包括母亲节送礼最夯的保健器材、按摩椅之类的，我们也是5000就送500。如果有需要大家电的，我们1万呢就送了1000。那另外我们这一次破天荒的在苹果的手机上面跟电脑，我们做了满万刷卡就送500。 这个超乎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优惠。除了礼券回馈以外，真侪进驻台南大碗北的餐厅业者嘛加力送优惠的活动。民众不妨趁着这次特别档期，带着妈妈来吃大餐、敬礼物，做伙欢度母亲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左隧道症候群经过了针灸的治疗甲复健以后，得当有效来改善。 医师嘛呼吁民众若是有类似的症状，手会无力、会气的，赶紧来就医。来看下面的报道。如果民众突然感觉尾里在甲小仔麻会刺痛，甚至是手骨的酸痛，可能就是左隧道症候群，因为拢是手的麻，所以真侪民众可能认为是腕隧道症候群。简单的测验方式就是看家己该用枕头夹条纸，还是用锁匙开门的动作。 如果做未到，可能得要赶紧就医检查。大家的腕隧道症候群跟肘隧道症候群表现出来都会觉得手会麻，但是手麻的位置，它们分布位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一般晚睡到症候群的话，主要会分布在前面的大拇指、食指跟中指这个区带。那如果是轴睡到症候群的话，大部分会分布在无名指跟小指这边。那再来的话，就是晚睡到症候群的话，通常都是手腕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我们使用滑鼠的时候比较容易诱发，或者是骑机车的时候容易诱发，会觉得手没有力。那轴睡到症候群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会常常用到手肘的人，然后才会觉得说无名指跟小指没力。然后它其实主要症状就是会有一些你要开罐子这些呀，或者是转钥匙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没有力。那这个是一个临床上简单区分的方法，但是通常手麻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颈椎的部分，所以其实还是建议要找一个医师评估一下，看到底是周边神经的问题，还是颈椎神经压迫的问题。这种症头如果比较较严重，可能就需要开刀，但如果提早发现，会当借着中医的针灸配合复健，得当有效来改善。一般的话，我们会建议搭配针灸跟复健治疗。那针灸的话，比如说晚睡到症候群的话，我们就会在手腕的部分，还有手就是桡神经走过的位置，正中神经走过的位置去做一些针灸治疗，比如说取大陵穴跟内关穴。然后还有加上就是在晚睡到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减压的治疗，那甚至有一些医师会使用一些比较像是针刀的做法，去帮助他松解，那就可以改善说不需要开刀的程度。那轴睡到的治疗的话，其实也类似，但是因为他们分布的地方不一样，那一个是以手肘为主，所以一般我们会用一些针灸或是针刀的部分在手肘这边做治疗，然后再沿着那个小肠肌的许穴去做治疗，然后再搭配一些复健的手法，那其实他的麻的症状就会改善很多了。医生嘛提醒，如果时常需要完成手骨工作，或者受不良姿势民众，都要多多注意。同时，40岁到60岁女性嘛比较较容易发生。医生嘛教民众会当透过简单的复健来改善轻微的症头，但医生呼吁，如果真无爽快，一定要就医检查。今日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立法院已经伫咧4月16号通过著作权修法。未来无论是制作或者是销售追剧神器，全部拢是损害着著作权。除了要负担民事赔偿的费用，上悬可以当处2档以下的徒刑，或者是并科50万以下的罚金。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打开网站，一堆标榜豪华版、越狱版的追剧神器，只要一台机上盒就可以免费影音看到饱。不过当心，这些销售行为都已经触法。立法院16号3读通过著作权修法，不管是制造、输入还是销售这些追剧神器，通通都是侵害著作权。除了要负担民事损害赔偿，最高可处2年以下徒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除了制造、输入、贩卖追剧神器都属违法，甚至是协助透过机上盒下载非法影音程式或提供预设路径，也同样违法。而明知销售之机上盒可提供民众连结侵权内容，仍继续贩售，未来也同样会被开罚。根据台湾 OTT 线上影视产业协会估算，随着盗版影音猖獗，这些非法机上盒在1毛未付、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已经让台湾影视产业1年损失高达280亿。因此，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购买这些来路不明以及标榜免费频道的机上盒，避免冒着随时被查获而断讯的风险，也保障自身权益。中嘉新闻综合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5度至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收看到4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